为推广台南有节渔产，咱市区渔会渔业署以及市府农业局等单位，将伫咧6月18举办台南业比产业文化活动。南市区渔会积极的来筹划来办理也希望借这一次的一个产业文化活动，把我们台南安平这边整个优质的一个农产渔产的一个产品推荐给我们大众朋友。这次活动也推出含量80度的海鲜豪华飨宴，运用在地渔产食材，变化出无同的菜色，而且介绍阁真迷人，用小小介绍食上正料理。我们现场有我们80桌的台南业比大餐，供给我们的民众，推广价3999，来给大家预购。那因为数量有限，那预购完就会没有了。那请大家把握机会那加速来跟我们预购。活动当天阁配合渔业文化推广，规划食鱼教育以及亲子体验等等。有特产试食，另外更限量推出业比福袋，内底有5项海产，让消费者用上优惠介绍买回去厝。现场呢也会准备我们的食鱼教育文化，还有我们的农渔体验活动，相关的那个港区的我们的产业的鱼类产业的体验，还有我们相关的食材的准备。那我们这一次台南业比的这个业跟比呢，是代表着我们台南市的7种鱼种。就有鱼呢是鳟鱼，鳟鱼是我们的台湾鲷、虱目鱼、石斑跟五仔。那比呢就是我们的贝类3倍，鳟鱼3倍，贝类是我们的牡蛎，还有我们的文蛤，还有我们的安平这边特产的凤螺。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台南业比的这个产业文化活动。台南应有丰富渔业资源，南市区渔会就有举办产业活动，希望会当推广给各界民众知影。想要食上新鲜美味的海鲜料理，就要赶紧向南市区渔会报名预定。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